再来看台南市南区的金华路，昨暗头有一台轿车去弄到粪扫车，造成7个民众受伤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台自用车的驾驶是无啉酒哦，可能无注意才会去弄到停伫路边的粪扫车。车才拄停好，民众就随挖过来赶要等粪扫，还未付采交通警示牌，一只白色轿车就向位后壁弄过来。 过来的民众或者压伫中央，伫车头两边的人是互弄甲飞出去，一个查某人直接互车弄甲走去哩引擎管，看了是真惊人。那砰一声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后走过去之后才发现是后面有一台白色的车子撞到那些倒垃圾的。伊咧去有弄者，来弄着我手，爱多瞪一下。我也是爱少年过咧耍啊，用多卜一个弄着弄偌大声的。 碰一声，互附近民众拢踹一条。警方甲救护人员接到通报了后，赶去现场。白色轿车弄到粪扫车，有7个民众受伤，其中5个人已经送去病院治疗。上严重的迄个人2支骹骨拢互弄断去。为一名自小客车，未注意车前状况，不慎撞击正在执行公务的垃圾车。详细肇事责任将待警方调查后厘清。本局的垃圾车后方铁架、除衣架也损坏。 有关这部分，环保局后续会向肇事者求偿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轿车驾驶无食酒，哪像因为无注意头前状况才会出车祸。驾驶讲手有着伤，加在粪扫车驾驶甲清洁队员拢无代志。不过车祸原因和责任，该进一步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